Yankie 日型美胸專門店屹立香港至今已超過20年，品牌提倡女性乳房健康及提供專業美胸塑形療程。品牌與日本專業團隊合作，鑽研最新美胸科研技術，打造女性健康完美魅力。Yankie 日型美胸專門店榮獲國際檢定 FDA 專業美胸品牌大獎2025，係美胸界嘅殿堂級獎項。而家有請創辦人 Yankie Wong 分享品牌理念及發展。大家好，我係日型 Yankie 嘅創辦人 Yankie， 你好。Yankie 咧都想每位女性咧擁有自信同最美好嘅身段。美胸係每個女仔嘅終身事業，因為隨住唔同嘅年齡增長，膠原都會逐漸會流失，胸部都會出現金字塔式咁樣變形，所以定期做胸部保養都會減低胸部嘅炎症啦、變化啦嘅問題。我哋用嘅產品啦、豐胸技術同埋儀器咧，都係會採用翻日本嘅專利成分嘅豐胸配方啦。日本嘅專利儀器技術，佢每一個儀器都係去精準咁樣去針對胸部嘅問題去建設嘅。Yankie 不斷研發高效、安全嘅豐胸產品，同埋咧定期都會進行跨國培訓及進修，致力推動專業化嘅美胸技術，務求不斷創新，帶俾每一位女士們健康嘅美麗人生。Yankie 而家最新嘅王牌項目就係我哋嘅 5D 日式造乳術，咁佢最主要解決我哋胸部6大嘅問題，可以改善副乳啦、扁平胸啦、大細胸啦，或者下垂啦、八字胸啦、漏斗胸啦嘅情況，我哋都會針對翻本身唔同嘅年齡層嘅胸部去幫佢改善嘅問題。我都致力發展推動一啲女性嘅專業項目，例如有一啲產前嘅媽媽，佢哋好迷茫，亦唔知道胸部可以點樣去處理啦。懷孕嘅時候又想之後生完 BB 餵人奶啦，又唔識去處理。我哋 Yankie 嘅團隊都會按照翻產前產後嘅媽媽啦，佢哋嘅需要就會上門教翻佢哋點樣去護理啦，或者亦會貼身教翻佢哋先生啦，去點樣幫到太太，就排解咗佢哋家中嘅煩惱啦，亦會喺 BB 出世嘅時候點樣去塞奶嗰個問題。咁至於佢哋產後嘅媽媽啦，又好忙啦，嚟唔到店鋪嘅時候會點樣做呢？咁我哋 Yankie 嘅團隊都會帶埋儀器啦、產品啦，佢會上到個客人屋企，就會幫佢做翻一個產後推乳推奶，亦教翻佢產後之後點樣去唔餵人奶嘅時候點樣去收奶。呢個服務都可以令翻所有嘅媽媽們佢胸部咧都可以得到健康同埋美態。Yankie 嘅員工全部都係有一個專業嘅認證啦，同埋做咗都起碼10年以上嘅經驗，所以其實佢哋咧都好貼身咧，當客人咧係一個朋友，所以佢哋都會自己代入咗，例如佢哋都會生個 BB 啦，都會話翻俾客人知道生完 BB 係點樣啦，或者佢哋唔同嘅年齡嘅時候，胸部都會出現有任何嘅膠原流失嘅變化啦，可能有啲人會減肥啦，會導致到個胸部會有皮肉分離嘅情況啦，或者瘦得好犀利，我哋嘅專業團隊咧都會可以解答到客戶嘅需要同問題嘅。我哋自己都對胸部好嚴謹嘅，我哋自己就會定期每個月都會去日本東京嗰邊培訓，翻到嚟之後，我哋亦會對員工咧嘅考核同考試同 training。另外咧，我哋都會安排日本嘅育乳職人定期嚟香港，同我哋 Yankie 嘅員工做一個培訓同考核，確保翻 Yankie 嘅同事技術同水平都係最有效嘅。Yankie 相信每位女士們都可以擁有自己獨有嘅魅力。